正早早，欢迎收看今仔日6月28日，公司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新闻一开始，咱来关心亚洲航空昨下晡3点55分飞去吉隆坡的航班，因为引擎故障取消，飞行机顶354个旅客拢互请落飞行机。亚洲航空是另外派一架飞行机对马来西亚飞来台湾接载旅客，若飞行机伫早起7点半已经顺利起飞。亚洲航空本来定19日到3点55要飞吉隆坡编号 D7379的航班，伫台湾检查的时阵发现引擎有问题，所以取消航班。本来已经登机的354位旅客全部被请落飞机。300位旅客伫咧机场接驳候机室等待，并无安排因住的所在。严格互每一位乘客新台币500块参观，互旅客伫咧机场休困。另外，搁再互每一位乘客200个马来币抵用券，互乘客以后会当买机票。我个人是觉得还好啦，还好。但对，如果时间上有压力或者是有工作的人，可能会比较在意。还好不是出发的过程，而是回家的过程，不然的话，我心想，哇，完了，整个计划泡汤。明天是要工作吗？会耽误到你的工作？本来明天我真的是要直接工作了的，我还好，我刚好是请了半天假。亚洲航空调派飞机自马来西亚飞来台湾载旅客，本来是排早起4点半要起飞去吉隆坡，严格要搁再延，按算20早起7点半起飞。记者综合报道。那新加坡的航空公司国航一架飞行机对韩国人船飞来台湾，降落伫桃园机场的时，发现机片下骹2粒链仔削减1粒，加载安全降落，目前等零件要来修理，咱嘛启动调查。飞行机慢慢降落伫桃园机场，啊，毋过详细是看片链所在少一粒链仔，只剩正链在厝。地勤维修人员赶紧到现场检查，为什么会无去？这是新加坡属的航空库航19半暝12点02分，为南韩人团飞来台北的 TR897 航班，降落时阵发现黑暗不正常，想要到竟然是片链少一粒。飞机的轮胎，不管是前轮或主轮，它的那个装卸的话，装上去的时候，不但是要螺丝要上紧，而且呢，螺丝该有的地方它还会打保险丝，所以理论上来讲的话，应该是不会犯这种错。医护委认为，链仔落去甲飞行员无关系，主要是地勤人员维修问题较大，而且飞行机的速度是汽车5到6倍以上，不管是前链或者是主链落去，危险性拢真悬。是不是因为属的航空票价较低，间接造成地勤维修人员工作量超过负担，这维修疏失，管理阶层也是爱检讨。航空有它的标准作业程序啦，如果牵涉到一些维修的一些状况，发生一些状况，我想包括我们的民航局还有这个相关单位也会做一些调查。在这个飞机还没落地之前呢，我们这边航管就有收到这个韩国仁川那边的通知，就是说在他们的机场的跑道呢，有看到轮胎的胎皮。在飞机落地之前呢，这个机长呢并没有说需要特别的帮助，但是我们桃机还是有准备。那后来这架飞机是平安落地。那目前的情况呢，事故发生国是属于是韩国。如果他需要我们帮助，那我们就会提供相关的协助。因为几组金属块落去，还佫等零件来维修。库航表示，已经为旅客安排大或者是退钱。19透早点半飞去新加坡的航班取消了后，改由 TR897D 替代航班来飞，佫伫暗时8点45分出发。记者综合报道。其他消息来关心，咱国内即马性骚扰的议题持续滚价，对政治界到演艺界拢有。艺人黄子佼昨昏翕影片，承认少年的时捌对少女性骚扰，而且伊的情绪无稳定，伤害家己了后，落尾送上病院。因为伊即马爆出歹代，伊甲司法院的合作代言拢暂停。
一开喙目睭就干目屎，艺人黄子佼太太面景如19下晡行出病院急诊室发出声明，希望大家各花一点时间将代志调查清楚。面对黄子佼牵涉性骚扰事件，也到底面对面无错误。至少我认识焦之后，我觉得他有非常努力的在做改变，还有很努力的希望给大家一些正面好的能量。那以前的事情。我们还需要更多的时间还有空间，然后谢谢大家关心。性骚扰事件继续滚到为政治艺文甲娱乐圈，不少公众人物拢深陷性骚扰风波。进前有女网友指控，幕后艺人黄子佼强奸。黄子佼19中昼翕影片会室内，各疑是因为情绪不稳定自残丧气。只有我应该是不可能再有机会重来的。我活该，我只是想要用这些影片提醒大家，有些事情它会结痂，但你要把它掀开来，会流血。医师表示，性骚扰主要原因是来自无平等的权利结构，包含职位辈分等。大部分受害者因为惊遭到报复，无法度同情反应，也烦恼拍破团体和谐，选择忍耐无开喙，建议受害者爱零容忍，唔通安尼就算去。应该要有一种性骚扰零容忍的心态。一来呢，可以找亲友呢，然后呢输出苦水；二来呢，能够寻求适当的管道，不管是像派出所，或者是性骚扰防治委员会，或是呢这个职场性骚扰，向相关的单位呢去反映。所以司法院也宣布要暂停甲黄子佼所有的合作关系，包含代言、国民法官节目甲影片全部落架。卫福部表示，强奸等行为可能造成刑法的强制错误罪，属于非告诉乃论。司法机关应立案调查，若查证事实，应处6个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记者综合报道。另外，有台北市议员指控讲，将台北市长郭文哲去年底去日本的奥克纳瓦行销悠游卡，日本那边直接的银行查某员工和悠游卡公司查甫员工性骚扰，也毋过悠游卡公司却无向台北市政府通报。悠游卡公司表示，有开性平会记2支新界，嘛对这个员工调整职务。民众党主席前台北市长郭文哲去年下任之前，到日本奥克纳华行销悠游卡，也毋过有日方琉球银行女职员申诉收到悠游卡公司员工团的私密相片，认为有性邀约的企图。市议员指期悠游卡公司事后召开性平会，却无向上级北市府通报，也指期公司伫这个事件进前4年无开过性平会。事情因为涉及到国际的层次。这个对我们台北市的形象是一个非常大的伤害。悠游卡公司表示，无传私密相片是传房间号码，涉案人讲是误传，无强烈证据，说明有骚扰意图。也毋过认为言行影响公司声誉，先改2支调离现职。据我所了解，并没有所谓的很私密的照片，好像是提供了一个房间号码的一个照片。那当事人也说明他是误传，后面有什么该检讨，或者是说可以在其他该改善的地方，我们会再跟悠游卡公司做一个研究。跨党派北市议员19号也组成促进性平连线，签署环境承诺书。监督北市府希望加做性平带头羊，也毋过正大性骚案搁拖烧，捌伫民众党立委赖香林办公室任职的前助理，指控捌互立委屈新苑骚扰，屈新苑强调指控无影无迹会提告捍卫名誉。我不认识这位助理，跟他也没有工作上的这个从属关系，所以这件事情是子虚乌有，造成名誉的妨害。我们后续将会做提告的动作。在职期间没有申诉，我也当然就没有受理，也没有办法处理哈，这是一个事实的部分。赖香林好人者案18者强调，这名前助理即马是社民党的全国委员。用性骚扰手段对民众党政治斗争，也毋过19个发文强调集场发生前期，雇主有被当退下责任，会启动调查。早起已经召开性骚扰防治会议进行调查。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关心天气，今仔日受西南风影响，各地拢是侪云较好天。过到了后，山区会落地渐雨，同齐来看温度。今仔日除了透早中南部沿海有阵雨，其他所在拢是侪云较好天，会当明显感受到高温翕热。只是各地高温有33度至36度，
尤其大台北的本地、中南部挖近山区的所在，也佫有花东唱国，温度会佫较悬。东南部有机会会透火烧风，所以民众要出门嘛，爱做好早日，嘛爱加啉水。气象局即马是表示，咱台湾的黄霜雨季应该要结束啊。气象局讲，目前台湾伫太平洋阁还未位置，未来这几天温度拢真悬。过一这4天的连假，天气嘛真热，而且过昼会落西北风。每一年5、6月啊，是台湾的芒种雨季，嘛是各地水库欠水量增加上好的时机。今年进入芒种雨季的时间较晚，一直到6月初才有明显的落雨。这几天天气渐渐稳定。气象局长陈明典顶一日嘛伫人民册发文，讲到台湾芒种雨季，那像有要结束的现象。目前锋面的位置呢，比较偏向在华南，也就是长江流域一带这带的位置。那比较晴朗无云的区域呢，就是太平洋高压的位置。那目前我们位在呢太平洋高压的北侧。目前在未来1周的预报，甚至10日的预报上来看，是没有明显这样的状况。气象局表示，未来这几天各地大部分拢是侪云到好天的天气，日时的高温甚至会到35度。西半部有当时也是有短暂阵雨。刷来5日这连假，气象局嘛针对这4天连假的天气做出说明。端午连假的前期可以看到环境风场呢渐渐从西南风转成偏南风，所以呢午后雷阵雨的区域呢有机会从山区呢往部分的平地上来延伸。那可以看到，到了周末的时候呢，环境风场会渐渐偏成东南风为主，所以在在东南部地区花东地区可能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阵雨。另外，午后雷阵雨的区域呢，也会向西半部的平地来扩散。雨伞啊，落无休困，微生雨的天气，即马渐渐离开。这礼拜3是夏至，拜4就是5日节，热浪正式到位。刷来是高温佮漚湿的天气，民众要较谨慎。气象局嘛呼吁，民众若出门都要注意，唔通晒着伤，注意爱加啉水，才当避免热伤害发生。记者林小凯台北采访报道。加上请同齐关心今仔日报纸的重点，咱先来看《中国时报》。双北警路卡逐个月提供480点，予时代坐公车坐1分，ยัง阁无法度坐火车。经过争取7月初开始，嘛会当坐火车。800支30个的车头拢会当用。提警路卡坐火车入去车头的时，就要行铁派设专用通道。来关心《自由时报》，全国各县市超过3万的代理教师，休寒休热，未来嘛会当有薪水啊！一年会当领12个月月级。教育部修正办法，一学年聘用期对8月初1到过当年的7月底，要予全国的代理教师甲一般的老师同款，每年通天拢有薪水。对今年8月份开始实施。来关心联合报，今年大学个人申请顶一日放榜，招无填的欠价超过16000个，创下新高。这个名额会转登去考试分发，所以今年有不少考生拢打算7月份的时要去考大学，尤其是明星高中7月份要考大学的人数差不多有50%，占要一半。政治的消息来关心，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昨暗参加校园总统马拉松论坛，甲学生面对面对谈。头家是提出恢复台海和平稳定4大国政方针，伊嘛提出政策。面对学生问伊讲，即阵伊的民调掉车尾，敢无要让予郭台铭来选？侯友宜是回应讲，伊拍死唔提。伫咧前几天，到政大甲学生座谈，各外界认为回答问题拢无直接的答案。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19号国旗大台，再一遍甲学生面对面交流。这回伊第一遍提出4大国政方针，包括合理化帮扶持有税制，提升自我防卫能力，稳定能源供应，抑个恢复台海和平稳定。另外，台美关系紧密合作也正重要。那一天，罗森伯格主席来的时候，也特别邀约我。什么时间可以到美国来访问？我会慎重挑一个时间到美国参访，来让台美关系更加的稳定。对国民党内性塑料案件的处理，新北市市议员的案件，抑个是不是要是市长，发生问题真多。侯友宜市长，你如果总统选不好，会不会辞职？那对你上次回了很多新北市有山有海之类的，我不知道你这次能不能直接说到底会辞还是不会辞？谢谢。即马民调上尾名，对学生问讲是毋是要告责定交，让予郭台铭或者是退选，伊的态度真明确。这就是我的态度，所以我会坚持到我最后，绝对不放弃。好，谢谢哦。拍死无铁对。
民众党总统参选人郭文哲的办公室发言人陈志涵伫座谈了发文讲，好友伊十分期待，感觉无亲像伫咧看马拉松，电脑敢若伫咧看躲避球，演讲中无听到伤侪记忆点。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赖清德的办公室是无做回应，也毋过为着要抢少年选票，是有发布新的社群计划。记者综合报道。那新北幼稚园饲药案件持续滚价。新北市政府是证实讲，邦桥阁有4个囡仔验出微量的巴比妥，因的检体会送去台北荣总检验。另外是这个幼稚园80个囡仔检验，验着有77个是阴性。抽血检查苯巴比妥有16个，有一个标准较悬，即马会阁提去送验。我们当时在入园的时候呢，有4位有验出微量。那这4位的这个检体呢，我们都已经送到北荣的质谱仪去做检验。饲药案全国关心，进前验出少量巴比妥的邦桥细汉囡仔检体，目前马上北营检验。14细汉囡仔验出少量苯2氮平类药物反应案，卫福部公布质谱仪检验结果是阴性。全部采验结果19公布，拢总80个细汉囡仔验着台检苯2氮平巴比妥77个人拢阴性，会检测苯巴比妥16人，其中一个要挖，会送质谱仪检验。血液检测苯巴比妥16人，15人在1个 microgram cc 以下，1人为临界值。经过家长同意，该检体将送质谱仪做进一步确认检验。新北饲药案继续论战，赖清德呼吁新北市应该公布细汉囡仔戒断镜头，也甲是毋是有饲彩虹药水。侯友宜搁再回应，市政府积极配合司法调查，万分抹黑白棒风声。赖清德枉为医生，在期间我们看到很多恶意抹黑，用选举造谣的语言。这才是我们最痛恨的一件事情。成立跨部会的这一个小组，然后透过这个小组呢，来确定所有的检验的标准，以及盘点全国幼托的系统，希望稳住我们的幼托跟幼教的整个体系。饲药案嘛冲击教保员，传出恐惊出现规定人换头路，幼教团体嘛要发起查清楚责任进程，即马开始，全国教保员应该全面停止饲药的服务。从原来大家的怀疑由含沙射影，现在变成血口喷人，家长没有办法整个信任我们的话，那我们就停止喂药。教部表示，幼教法实施准则，明定幼稚园爱定出托药措施，也甲就托药进行相关规范。今年会追加经费，补助地方政府办理用药，也甲托药治疗演习，强化维护细汉囡仔健康。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关心全世界上界出名的沉船 Titanic 铁达尼号伫大海3800公尺深的大西洋海底，已经有100多年。有一只载人去看沉船的畅水船，即马传出失踪，船顶有5个人目前当地找找。19日纽芬兰海环花大西洋水域的海底，美国海防正针对一台观看铁达尼残骸的观光舰艇，甲加拿大方面合作，伫空中、海上展开大规模搜救行动。当局证实舰艇内面有5位人，包括英国保亚人王夏丁。Put sonar buoys in the water in attempt to listen. The location of the search is approximately 900 miles east of Cape Cod in a water depth of roughly 13,000 feet. It is a remote area and it is a challenge. 海洋探险公司 OceanGate 发声明，讲这台舰艇18暗9点13分被通报失联。公司的顾问康卡农讲，这台舰艇的氧气会当将近96点钟，即马就要赶紧甲伊找到，互伊浮出水面。当局也已经派一个会当插到海底6000公尺深的遥控装置赶到现场。It could have become entangled in the wreckage of Titanic. It could indeed have had a catastrophic failure. The actual nature of the seabed is very undulating. Titanic herself lies in a trench. There's lots of debris around, so trying to differentiate with sonar in particular and trying to target the area you want to search in with another submersible is going to be very difficult indeed. 这是 OceanGate 伫咧说的，这观光舰艇落去海底看1912年弄到冰山点起的铁达尼号第3遍的年度航行，航程8天，每一个人要25万美金，差不多是大票770万。铁达尼号的船体
1985年被发现，船体伫咧深海内面慢慢后去解体，有笑这类船可能伫咧未来几60年就会全部消失。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印度国际航空、电缆航空伫巴黎国际航空展览签落来史上上大的订单，因是向空中巴士公司买500台 A320的客机，金额是美金550亿。专家是认为讲，因为即阵疫情过后，商业市场断咧兴。伫合约签名，飞机制造大厂空中巴士伫巴黎国际航空太空展第一天，就甲印度联航业者电缆航空签500台飞机的破纪录大订单。An enormous milestone, to our knowledge and our recollection, no one has ever ordered an order of this magnitude, and it speaks to the potential of Indian aviation and the ambitions which Indigo is having. 巴黎国际航太展19开幕，就创商业航空的历史纪录。电缆航空买500台 A320空中巴士客机，价值差不多550亿美金，差不多代表1.7亿。2035年到2035年之间交机，今年年中印度人口将会到14.3亿，将做世界第一，有机会取代中国，将做开拓航空市场的主要场域。伫全世界已经过一段路，旅游市场回温，航空公司也开始买飞机。Right now, demand is not the problem. Supply is the challenge. Supply is the key constraint. And so, from our standpoint, we're looking to return to the levels of production we had before the pandemic began. You know, this is the strongest aviation market that I've seen in 35 years. You've got a very strong uptick on the defense side of the house, but also the commercial market recovery post-pandemic really has hit its stride, full bore, and we're almost back to the peak. 今年2月，印度航空则向波音公司加空中巴士订470台飞机。市场分析师强调，除了疫情结束，机队旧啊需要换新也是主要原因。虽然这种情形唔是永远的，不过由会当有期，每年会当有几落百台客机的订单。公司新闻张伟林编辑。来关心日本半官方的地壳战略研究论坛，7月份的时会举办台海危机的兵力推演。头届邀请咱台湾去参加，美国、日本和台湾三国会头届做伙推演，焦点会放伫中国对台封锁和用武力拍台湾的应变。中共持续军事扩张，威胁印太区域和平。日本战略研究论坛秘书长中野礼子6月初带团到台湾访问，除了甲咱官方智库国防院交流，各公布7月要伫日本东京展开台海危机预演。这是日本半官方单位第3届举办预演，头一届纳入台湾人员美台日头一届协同预演，组织中共反台。学者认为，日本主动对外公告意义重大，代表日本对台走向战略清楚。透过双边或多边的这个对话。那就可以进行危机的控管，也就是在台海如果出现紧张的时候，可以避免危机升级。那同时也可以对北京传递一个明确的讯号，就是民主国家这边就是会团结，就是应对中共的威胁。苏志芬分析，三方预测牵涉到政治战略层面，主题对台封锁加大规模武力反台。南方可能提出后备部队运用，美方就出兵协防台湾。日本飞弹部署进行深入的讨论。但是咱国甲美国各买4台 MQ-9B 无人机，1.2025年交付。美方人员原来会进驻华联，传出美军会当优先掌握情报资料。我想这个都是在计划以外的猜测。台美之间军方的合作都有按照相关的规划。计划在进行。空军司令部回应 ，MQ-9B 卫星资料链是由专用保密器执行情资传输甲接收，由咱方运用所得到的资料，未发生资料先交由美国的进行。总统听国南国造台船打造头一只慢动级两栖运输舰玉山军舰，传出19成军典礼，海军部公开，由海军司令主持授旗。玉山军舰是我国依照作战需求所设计新型的两栖作战舰艇。学者表示，玉山舰会当发挥军事外交，支援其他国家重大天灾，建设会当停靠两栖车辆舰艇，投射兵力，展开两栖登陆作战。记者综合报道。镜头，今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该向请咱同齐来看世界。北约历史上规模上大的空中军事演练，伫德国举行。虽然因对外表示无针对倒一个国家，不过对范围来看，拢集中伫俄罗斯的周边。
看起来是要让俄罗斯感觉有压力对乌克兰贴兵。在关心美国晶片大公司 Intel 今仔日和德国政府签约，开300亿欧元要起2座晶圆厂。德国政府冇补贴1/3的钱，这是德国嘛是欧洲金额上悬的外商投资案。每年会当讲会当创造3000个工作机会，要替欧洲的半导体拍基础。来关心泰国的选委会今仔日确认顶个月投票结果，就是批准500个众议院的议员投票的结果。前进党摕到151个位，争做上大党。那前进党的领导人皮塔，即马嘛争做总理的候选人。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去中国访问，要到美国之前，昨下晡又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见面。另外，布林肯见到中国外交政策相关级别官员王毅。根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王毅态度大真硬，要求美国唔通一直讲中国威胁论。美国总统拜登上任了后，访问中国最高级别的官员国务卿布林肯访问会美进程，19下晡4点半正式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见面。双方在一些具体的问题上呢，也取得了进展，达成了共识，这很好。国与国交往啊，总要相互尊重，以诚相待。我也希望国务卿先生这次访华呀，能够为稳定中美关系多发挥积极作用。外交媒体伫6号亲像布林肯再去会见中国外交政策最高官员王毅时阵，双方有具体进展才会当促成。根据中国央视报道，王毅伫会中强硬表示，美国应该停止炒作中国威胁论，取消相关制裁甲打压，并强调台海问题是中国的核心利益，无任何退让的空间，呼吁美方明确反对台独。美国国务院会后的声明讲，布林肯表明美中两国应该负责任管理竞争关系，确保未变作冲突。也声明会持续运用外交手段，提出美方关心的事项，来捍卫美国人民利益甲价值。不过形容两个人的会面直接阁有效果，外界伫约美中无定着有希望和解。目前美国透过这种把关系稳定住的方式呢，那么基本上习近平应该是会去这个。参加 APEC 会，因为习近平如果不去的话，其实坦白讲，这是他的损失。学者分析，布林肯这届上主要任务就是改善中美紧张势面，也是要为拜习两人可能伫今年11月 APEC 时阵举行拜习会谈铺路。记者综合报道。有民众向媒体投讲，中国东方航空的航班对南京飞到高雄，也阁无照协定的路线咧飞，可能有国安的疑虑。严格民航局是表示，这是本地特有的飞行路线。专家嘛讲，路线一定有规定，但是飞行机飞歪去，战机会随监控。为技术航班追踪网站会当看到，中国东方航空飞行机为东京飞往高雄途中，直接为台北软过规个台湾西部陆地。有民众向媒体投诉，这个班机技术无按照航向规定，恐惊有国安问题。也过经过查证，这是疫情了后复航的两岸直航航班。民航局回应是现有的国际航路加两岸航路。航路其实早就已经画在那边了哈，所以只要它民航机有申请，那它的这个路线也是合可的这些路线，我相信不管是这个国安当局或者是民航单位，都会给它一个合可啦哈。所以这本上就是个基本的民航的航线哈，对于这个国家安全来讲，应该不会有太大的疑虑才对。再来看卖另外一班两岸直航航班吉祥航空上海飞高雄，飞行路线也是为北部进入台湾，直接软过西部到高雄。专家分析，那航班偏离航道上严重，是指涉及挖进机坪区域，国军也会看情况采取行动，像伫空机还是地面战机紧急升空过去查看判飞。主要还是去了解这个空中的目标究竟发生什么问题，他不听这个指挥，然后或者是说甚至还越来越靠近我们的敏感区域，那当然后面就还有一些相关的作为，甚至包括击落都是一个选项。张世豪表示，民航机也有可能因为天气因素等原因偏离航道，航管单位发现班机偏离航线，拢会试着甲飞行机联系确认原因，等因素消除了后，会要求回归正常航线。记者综合报道。5日节要到啊，是由苏进前有联合国地方的卫生局针对肉粽甲相关的食材做抽验，其中伫新北和苗栗都有抓到鸡粽违法掺冰洗案例。
为着要让民众食粽会当安心，中华关的卫生局有推广用3片磷酸钠来取代冰西，也有提供试用包。台湾人5日节爱食粽，市面上的肉粽800款。食药署进前联合各地方的卫生局，针对肉粽甲相关食材抽验，中法官无验到违规行为，但是卫生局提醒，若想要买鸡粽的民众，爱特别注意有违法染冰洗无。较古早可能想讲鸡粽要互伊不要粘粽叶啊，较 Q 吼，可能会用那个冰洗吼，但是咱的冰洗对咱人体是健康是有危害的吼，即卖法规是袂使用的。您想要让米可以有这个保水性吼，咱会使有这种合法的3片磷酸钠吼。冰洗若食到多，有可能会排腹肚，若严重的话，甚至会昏迷。根据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规定，违法染冰洗，上重会判7年以下有期徒刑，佮爱罚8,000万以下的罚金。中华关卫生局表示，若要做鸡粽的话，卫生局有提供合法的添加物，民众有需要拢会当摕回去试用。因为迄端午节要到啊，所以要绑迄款的鸡粽，惊迄市面上的迄有不法的迄款的添加物。要来卫生局摕迄3片磷酸钠，等于家己做。中华关卫生局嘛提醒，除了鸡粽，有的餡料，亲像菜脯、虾米，佮有素粽接用到的豆干，上好是经湿水自然的。若食粽嘛毋通混伤侪酱料，一顿莫食超过2粒，尤其爱甲菜类食，才袂5日节过了，胃肠煞无爽快。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5日节大家会食粽，高雄就有一间肉粽店，因为订单伤济，有请11个4年的义工去斗白粽，即马互移民署抓到。这间肉粽店的头家，相关会罚75万。家己透起厝，本常伫红寮桶的边仔包粽，流来速度2-3下就包好一粒。也毋过在场赶工的员工，拢是导游义工。这外国的呢？这袂使用哦。这外国的呢？高雄这间肉粽店因为5日节订单伤济，请用逃走的义工包粽，一位来自印尼，其他10人来自越南。印尼籍义工伫知影会防天款，感觉甲哭出来。店家因应端午节订单爆满，竟铤而走险，雇用移工赶工包粽子，后续可能因为违反就业服务法规定，遭裁处巨额罚款。移民署高市侦缉队表示，骗购非法移工相关会当罚75万，肉粽中会用到的猪肉也袂当为境外违法输入。非洲地区中央灾害应变中心表示，到13为止，有中国、越南、印尼等17个国家出现疫情。显然，亚洲地区的非洲地区疫情无共分，要预防病毒跨境传播，就要防止旅客违规炸疫区猪肉制品。同时发现到6月7日为止，违规炸猪肉产品入境罚20万的旅客有290人，甲108年1月到5月开发的人数比增加14人，有回温的趋势，而且相关单位严格查缉。记者综合报道。其他消息来关心囡仔饲药的案件，即马还未收煞。高雄市政府唔敢大意，除了针对连锁幼儿园最近扩大清查高雄2间700多间的医疗院所，内底嘛发现有4个医生开药无妥当，甲无应该甲苯巴比妥摕来治疗腹肚滚甲痛的症头，安尼是唔对的，已经向要求停业。那台南市即马是提供老师到饲药的 SOP， 要互家长会当信任。高雄市政府19早起大动作开记者会，公布针对新北幼儿园学生囡仔饲药的事件。高雄市政府扩大清查全市2702间医疗院所甲药局，其中145间有苯巴比妥，有4个医师牵涉到用药不当，会依照医师法甲管制药品条例处罚，下令休业也是并科11万至33万不等的罚金。裁定停业1到6个月。对于呼吸道的感染，它并不是一个适当的用药。那在婴儿肠绞痛的话，也并不是一个符合医疗常规的用药。市政府通知去过4间诊所，最近1个月来使用这种药也是将近半年来使用这种药3个以上未满18岁囡仔，会当去高医也是永壮等4间医学中心接受免费的医疗评估甲看诊。荷兰法的医师化完网表示是正常使用。脑膜炎、热痉挛会抽筋，然后书上说那个抽筋的那个持续性的抽筋可以吃
苯巴皮妥。高雄市政府表示，相关的判定是经由专家会议审议，搁依法处分。另外一间方法会尽早19门关起来，没收到消息的护理师甲患者白走一逝。台南市嘛针对饲药仔事件公布相关的处理，让家长安心。都有部件啊，有这个验尿的这个设备跟尿管啊。那假如说家长有这个需要啊，刚刚市长讲到的哈，那可以带小朋友到卫生所来。除了免费体检，市政府嘛明定托药的标准流程，希望建立亲属信任关系。医师提醒，若囡仔有原因不明爱困、步伐未知的状况，会当主动就医查清楚。另外，苯巴比妥半衰期是3至5天，大部分未老病母。不过呢，长期间食药啊治疗养型的患者，都爱互医师定期追踪评估。记者综合报道。咱国内诈骗案件真严重，敢若伫台北、新北甲树林这3个地检署，检察官手头新的案件内底有1/3拢是咧办诈骗案件。第一线检察官就批评讲，即马人头口罩一大堆，第三方的支付平台拢无咧管，造成诈骗集团遮尔长手。金管会、数位部甲 NCC 嘛无咧管理。查甫人烧烧苹果，关警伫边卖货，追对方的一举一动，将车手甲监控手掠起来，个人因为假投资被骗，即摆个人为进入银行找头路，被控假做诈骗车手。一开始老板给我那个 ERP 系统，教我一些怎么操作，这样子入库存啊，干嘛的。居家上班做大概快2个礼拜后，就被请帮忙去跑货款。面试着头路看起来正正常，蔡小姐无怀疑。有时阵指派协助并交汇款，按过经手这钱，全部拢是骗来钱，单位都是诈骗集团。所以强调，唔知影伊愿互检方起诉，诈骗犯行到检察官批评，开户伤过简单，凊彩卖低济，引发人头笑话乱象。我觉得说一定要列黑名单，黑名单列出来以后。有些人最严重的是禁止一定期间内开新户，甚至呢，他一生在这个期间内，他就总数只能持有1个账户。人头笑话列比说，10多年来，以上20多万人。新北地检署检察长阁表示，中国信托银行是诈骗案用户。以上统计数据，中信银涉案警示户头超过3成，比其他银行较悬。诈骗一大乱源，检方也将目标指向第三方支付，因为开价无限制，造成虚伪账户暴量，个人背上无立管，也挑用加密货币犯罪。陆方金管会、司法部推责无作为，就连 NCC 也被点名，国内5大电信提供予中国人士万有门号8万机，按过今年1月到3月只有2万多人来台湾，显示有97万机是无正常的用途。除了从修法方面来进行修法之外，事实上我们也希望整个优化整个检察官在侦办这类案件的办案的环境。检察官会生气，因为敢若是台北、新北甲树林地检署新修案件当中，诈骗案都占1/3，代替其他案件侦办能量。精算检察官划写各机关检讨协调，打造国家队动起来，为源头来扫除诈骗。记者综合报道。在地上大条来关心屏东万丹一间人家厝传出枪声，警方接通报，讲这间厝的厝主有枪，赶紧去查。嫌犯看到警方到位，真正对门口开3枪。双方是经过1点钟，由亲戚朋友来考劝，这个嫌犯才出来投降。嘛，伫嫌犯的车顶有找到枪甲毒品，即马专案已经移送法办。民众秘籍厝内唔敢出门，因为门外传出枪声，警方在向嫌犯发声。出来！真的，因为我们乡下很安静，从来没发生这我以为的可怜事迹。19早起7点外，警方到屏东万丹新庄路一个面体查庆洞，想不到嫌犯发现厝被包围，竟然对外开3枪，场面真紧张。警方顾虑厝内有嫌犯的囡仔无行迹，找到亲友敲电话考劝投降，一直要将近9点，剩5组嫌者放弃抵抗。在慌乱中跳楼逃掉。那后来这个他可能也觉得这个法网难逃，所以他主动到我们派出所去投案。是啊，所以我们现在把他带过来现场，再理清整个案件的过程。当天白日地下区传出枪声，门顶悬阁楼、枪支坑，附近民众拢惊一条。嫌犯投降了后，警方为厝内加设5组嫌太太后车厢内底，查出几多的非正式手枪、长枪、枪支甲毒品、海洛因这类证物。
事前我们是有掌握部分的情资，包括他贩毒部分以及他持有枪械的部分。警方表示，涉案嫌犯是分局列管的治安各路人口，专案依照毒品危害防治条例、枪炮弹药管制条例移送地检署侦办，调查的动机甲枪毒的来源。记者综合报道。热天到位，网糖较济，台南市天狗日的本土病例搁加一例，即马已经有15例。初步研判讲，应该是同一个传染源，加在无扩大的现象。也若高雄甲台南相接的6个行政区嘛已经赶紧消毒。昨下晡搁去兴达港的市啊，发现讲有积水，嘛拢赶紧甲摒掉。巡检人员每一户检查积水的容器都惊正早，带病网的温层。每一天都必须要有人，在我们里内、周遭、附近做好我们稽查的部分。台南市18增加3件本土病例，2例伫东区，1例伫仁德，19也增加1例是进前确诊病例家属，总共已经15例，初步判断拢是同一感染源，会继续伫仁德成功里活动中心设置扩大采检站，即马到1伊采检就送电网拍。因为我也担心那个登革热会传染到我啊。高雄市严格放映透查官员带队到兴达港渔夫市集，扩大巡检，发现公共连锁洗手台排水管漏水，涂骹有积水，青池也有网仔，也有大型水桶下骹积水。我们从6月15号成立了北高雄6区的指挥中心以后，其实我们每天都针对每一个区提出的问题，我们都马上及时解决哈。市府表示，北高雄家庭乌来录到阿联公山电疗这来行政区外台南，15已经成立指挥中心，一个防堵，希望让民众安心。阮是拢水到，阮有逐礼拜会清啦，阮会绕海水伫互清安尼啦。海水伊网桶敢毋敢味啊？你若正水伊会味网桶啊。我这登革热袂惊呢。爱迄落啊，爱有红啊。这是顶一周末进行高风险调查，在白马监测的时阵，发现2个学校分别出现校内真侪所在阳性点，有真侪积水的容器，这现象拢被要求改善环境。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已经进入高龄社会，国发会预估讲，2025年2年后，咱国内65岁以上的人口就会超过2成，安尼就正做超高龄的社会。也毋过，事实上，咱台湾有一寡砖头，老人的比例早就超过3成。高龄化是事实，无再调回头。咱要安怎面对高龄化的台湾？这礼拜，台记新闻推出专题报道，甲乡亲咱做伙来关心高龄台湾的未来。今年64岁的美珠姐骹手溜裂，一个人伫灶骹无用煮食。这顿毋是煮互家己食尔，是煮买30人份，甲社区共餐的时代斗阵食。每一个人拢会老啦，咱若食到70岁啊吼，公有人煮互咱食，安尼嘛是太幸福啊。美珠姐讲，伊虽然退休啊，但是用少年时代服务高龄时代的精神，也是来服务大家。台湾高龄化速度真紧，估计2015年就会加做老人人口20%以上的超高龄社会，速度又要是世界上紧。日本甲老人人口超过50%的所在，号做极限传录。台湾总人口来看，可能2070年就会达到43%。因为你活得久，老人数量会越来越多，但是你生的少，会让老人的比例增加得更快。我们在1950年代初期啊，能够生7个，最近呢生不到1个。人口老化的方向无法度翻头，照护需求嘛对咧增加。政府提出长照政策，2016年经费约50亿，去年超过600亿。因内现主时嘛有超过22万的外籍移工投入国内的看护工课。长期关心老人福利的立法委员吴玉琴认为，世界拢在欠工，台湾受过依赖外籍看护也是问题。现在是几乎都在抢人的大作战，然后因为整个不止台湾缺工，日本那边照顾服务人力也是缺工，好的劳动条件以及好的台湾的一个环境，应该会是吸引他们的一个动力。本来我嘛是想讲有日要退休哦，但是就是感觉讲啊，还佫较好手的，真会当有啥物无爱做一寡工作。
台湾面对高龄化，除了爱关心长照的议题，即马医疗进步，时代也通过一摆投入社会服务。现代人为退休到老去，平均会当搁食20到30年。现主时社会上嘛开始有团体有意识咧呼吁政府，老人的政策袂使只有长照。台湾今嘛退休500万人，政府嘛无政策啊，就是长照，所有产品都要品牌年轻化，没有人家在做高龄品牌。刻板印象就认为退休后就是养老，然后休闲。退休后的人生，第三人生，怎么样成为有用，然后成为社会在贡献的人？台湾战后教育开始普及，经济也快速发展。真侪这样的人，虽讲渐渐有岁啊，不过要是身体健康，而且有丰富的资产，对社会要是会当有真大的贡献。若是通透过政府的政策，让时代会使搁一摆发挥，渐渐高龄化的台湾就会使有新的可能。记者郭文亮水在北报道。关心老化嘛，爱关心弱势。台湾有公益协会为着照顾弱势团体，有28个对台湾北中南来大饭店也是餐厅的总铺师，因是同齐去家己的家会教养院，传青草的料理，煮予身心障碍者食。导致伫布棚内底无用传料，有人切菜，有人煮物件。为着要让身心障碍者会当食到亲像饭店的料理，台湾公益图书协会拜2时啊，专工到嘉义县最上乡的家会教养院举办公益活动。我们来参与的时候是自己休假的时候来做嘛，但是给我们的感觉呢，在你的身心灵方面，整个会得到一个提升的作用。对，其实来这里做，我们上班也是这样子做。但是休假来做这些，但是你的意义不一样。为着要替教养院内底身心障碍者庆祝5月节，协会准备鲍鱼、鳗鱼等等各种青草的食材。协会讲，希望活动唔但让身心障碍者食到好食的物件，嘛希望社会各界会当注意到教养院当日募款需要经费。我们会选用比较特殊的食材，那例如说像鲍鱼啊，然后龙虾啊，还有一些黑蒜头，让院中感受一下今天的一个关怀义主，其实在饭店。让他享受饭店的等级。目前为止，我们的外观已经好了，但是里面的设备还有这些装修都还没有用好。那今年我们也跟卫福部申请，公益劝募，有预计要募款760万。教养院表示，目前以来照顾到24位身心障碍者，因为空间无够，所以才想要来起新的院舍。不过受到近期甲疫情的影响，关注的情况其实无讲介好。因感谢台湾公益图书协会来遗嘱，互内底服务对象会当有一个无共的5月节。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文化新眼界，镜头来香嘉义。伫香嘉义有一个香嘉义台湾协会，伊是咧香嘉义推广台湾文化，拍开台湾的知名度。即阵抓风车剧团去香嘉义表演，协会嘛趁机会透过表演，向在地人小解台湾。记者今摆伫咧报道背书伊丽莎白广场边仔的一个 club， 这个 club 平常时会有侪少年人一直行搭。伫咧香嘉义台湾协会的媒合之下，中风车剧团甲台湾文化总会就直接表演，向香嘉义少年人展现台湾的文化。It's so fun because I have never tried and it's so cute. You know, the little faces, the puppets. Yeah, I really love it. To start it, it's funny and it's easy to get on the hand. Yeah. 中风车剧团甲文化总会伫现场的布袋戏教学、戏剧演出甲画面，都是由香嘉义台湾协会所安排的。透过社群消息的报送，现场也来了侪点伫香嘉义生活的台湾人。其实我以前比较没有在关注这个，可是在这个地方看到就觉得还蛮特别的，还蛮感人的。他刚才播那个是什么庙会吗？都快哭了。比如说我们可能很多传统的文化或是节日不会特地去过，因为可能比较麻烦一点。那但是像借由这样的活动，可以带给我们的回忆。香嘉义台湾协会成立2021年，成员有点伫香嘉义生活的台湾人，也有捌到台湾生活过的香嘉义人，拢是共同咧为推广台湾文化咧打拼。之前我们有一个在台湾的兰花也是非常有名的，世界有名的，所以在兰花协会匈牙利兰花协会展的时候，我们有在那边设立一个摊位，教大家如何写中文啦，或者是拿筷子啦，这些简单的很容易让大家学会的台湾文化。
另外，总统蔡英文18也伫 Twitter 发文宣传即摆作者剧团甲文化总会伫匈牙利的演出。黄文琪讲，真侪匈牙利民众对台湾是真兴奋，希望透过这款的文化外交，互大家更加认捌台湾。记者郭曾俊由报道卫视报道。谢谢大家。环境总讲是较垃圾，就会较侪鸟鼠，粪扫多，鸟鼠也就多。美国华府即马有民众训练狗仔来掠鸟鼠，而且效果真好。狗仔的主人伫头顶看到各种狗仔，若开讲，若伫个小巷内底弄来弄去，翻找粪扫堆。无偌久，就因看到拉狗亨利向壁甲冲，甲要走去的鸟鼠夹掉的。受到新冠疫情影响，出现甲食物客走，伫互我用餐的消费风气，也毋过伫互我食物件人数增加，嘛互暗时伫巷仔内粪扫堆内底的鸟鼠数量增加真急。美国华盛顿都在地饲狗的居民，家己组成掠鸟鼠的队伍，用拉狗来掠鸟鼠。People will talk to us, give us hugs, thank us, because a lot of the times with these people, the pest control companies aren't taking responsibility. 当地媒体报道，华盛顿的鸟鼠问题是真严重。2022年，地方政府就接到将近13400件通报有鸟鼠的电话，比2021年增加2000件。掠鸟鼠的队伍平均一礼拜会伫区域巷仔巡逻一届，一暗只有巡逻3点钟，就当掠到30外只的鸟鼠。猎犬动物学家柯瑞根认为，用狗掠鸟鼠的做法是数百当前倒位办法，当时的农场就是训练狗仔掠歹虫甲鸟鼠。Rat poison takes a few days sometimes to kill a rat. When the dog kills a rat, he snaps its back, and once its spine is broken, it's really not feeling anything, so it dies very quickly. 除了狗仔，鸟鼠上大的客鼠，猫仔嘛是会当掠鸟鼠的动物。动物组织人类动物救援联盟为2017年开始，就收养流浪猫仔，而且开放予企业领去饲。暂时已经成功予企业领走400只的流浪猫仔，其中就栽培肥类的相关业者挖靠认养的猫仔，甲一只鸟仔饲料，也是破坏肥料地下的鸟鼠赶走，嘛予业者的损失金额减少到过去损失的1成。公司新闻台是董平玉。天气报道在，当再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26度，上悬36度；中部的温度上低25度，上悬有34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5度。上悬是34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6度，上悬34度；外岛的温度上低26度，上悬33度。继续关心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乡亲收看，祝您平安顺心，明仔载早起9点，咱再会。